来看台南孔庙的大圣殿，有民众发现触及迄个所在有一个像篮球遐尼大的虎头蚌兽。因为孔庙是国家一级的古迹，无法度直接打去伫厝顶来收这个蚌兽，所以管理单位是用特殊的药剂注入去蚌兽内底，互虎头蚌自然死亡。 庙宇整念做甲真秀落个水，厝挂顶面有两只龙，斟约看倒边甲正边，哪会生做无共款咧？其中一只龙头下海所在加一粒球，甲篮球变大粒，色水黄黄，敢若是蚌兽。 地点就伫咧真有名的高级景点台南孔庙大圣殿的厝前，看到虎头蚌兽的民众，惊甲赶紧甲庙里的人讲：会不会觉得有点危险？尽早拆啊，尽早拆。压抑嘛？当然会啊。第一次看到，那可能看细一点会发现，要结这么大，应该也要一段时间。这个应该是要稍微有一段时间，对。不过要听是真有难度，因为孔庙是国家一级古迹，袂当爬起咧厝下，若是直接贴蚌兽，可能会伤到整念，所以管理人员打挂架了后，甲药剂就要去蚌兽内底，甲虎头蚌偷死。8月底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城门的售票人员目视发现。 那发现之后，我们立刻通报农业局，蜂巢没有遭受欺禁，不会有警戒的动作。8月份民众伫咧台东拄到虎头蚌扣定死，如今台南孔庙嘛有虎头蚌兽，游客难免真烦恼。管理单位赶紧处理，嘛提醒民众拄到虎头蚌唔通家拍，点点莫插伊就好。若是真水扣定着，赶紧务冰，嘛紧去病院找医生处理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